咱再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慧琴甲社会团体早起是开记者会，因指出讲花莲的三公2022有囡仔受到虐待，今年4月发生了后，负责督导的花莲县政府到今阁还未提出检讨的报告，因要求中央的卫生福利部应该要介入调查。残光无光，人民要真相。 佮传出亲像虐待囡仔案件，民进党立委林国琴甲社会团体27召开记者会，也出花莲，先讲育幼院有几啊位、几啊件囡仔受到不当对待，包括甲拍、提供大小环境真歹等。透过医生录音，更加发现现任辛苦的执行长过去都捌发生几啊件离谱行为，像用塑胶袋绑医生的双手，也是将医生绑伫轮椅规工作为处罚。 用透明胶带绑双手，然后还在那边说什么哦，很像哆啦 A 梦哎。孩子表示他们有求助，可是求助无门啊，好，因为主责社工只跟他们讲说，哦，那你就忍耐吧。立委林慧琴表示，先讲育幼院过去10多年来都有几啊件。 虐待囡仔的事件，评鉴评定真侪问题。不过，这个机构亲像已经加做家族事业，互相暗藏违法事实。今年4月，亲像虐待囡仔案件发生了后，负责督导的花莲县政府到今拢无提出检讨报告，所以要求卫福部要介入调查。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那个预计9月初左右会召开最后的一次的会议。 就会做出相关的处置。针对这样的申诉案件，我想我们也会尽快的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启动这个调查的一个程序。另外，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要重新检讨弱势儿少的申诉机制，敢是有畅通，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。卫福部是回应强调，会尽速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，以厘清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